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章，拍败巴山王国。后来咱就我对巴山的方向去。巴山王国甲伊的军兵出来伫以得来甲咱交战。上主甲我讲，毋免惊伊，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军兵以及伊的土地拢交伫你的手。你着亲像对付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安尼对待伊。上主咱的上帝就将巴山王国甲伊的军兵拢交互咱，咱甲因拍死，连一个都无留。迄时，咱攻出伊所有的城，无一座城无互咱占领。安尼，咱攻占巴山王国所统治阿尼戈北地区全部的60座城，这个拢是坚固的城，有悬的城墙，有门有窗，以及也有真济无城墙的庄舍。咱完全甲因消灭，亲像以前对待希实本王西宏安尼，将城内的查甫人、查某人甲囡仔拢消灭，只有留牲口甲对逐个城抢来的物件做家己的战利品。迄时，咱对2个阿摩利王的手抢夺因伫约旦河东边的地，对阿伦山谷到黑文山，这个黑文山西顿人甲伊叫做西连。阿摩利人叫伊做示尼尼，咱嘛攻取平原所有城，基列地区甲巴山地区，直到撒迦甲伊得来，这个拢是巴山王国的城。巴山王国是利法音人最后一个人，伊的面层是铁的，长大约4公尺，宽2公尺。现在伫阿文人的喇叭也会当看到这顶面层。分配约旦河东边的土地，咱得到这块土地了后，我将阿伦山谷附近的阿罗尼城甲基列山区的一半，以及其中遐个城，拢互路边人甲加德人，将基列其他的地甲巴山王国全部的土地，拢互马拉西半支族。巴山的阿尼戈北地区嘛叫做利法音人的地，马拉西的后代埃尼占领阿尼戈北全地区，直到基述人甲马加人的边界。伊用家己的名叫巴山地区做哈维德埃尼，到今仔日还用这个名。我将基列分互马吉宗族，我分互路边支族甲加德支族的地势，对基列到阿伦山谷、用山谷做界，直到阿文人的边界的雅卜河，包括阿拉巴甲瓦郡约旦河的地，对加利利湖到阿拉巴海。就是沿海以及比苏加山骹东边的地，迄时我吩咐因讲：上主，恁的上帝已经将这个地互恁做家业，恁中间的勇士拢着带军器，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。毋过恁的某、恁的囡仔甲恁的牲口，我知恁的牲口真济，通住伫我所互恁逐个城。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，伫约旦河迄边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，然后恁才通倒来我所赏赐恁做产业的地。迄时我吩咐约书亚讲：你有亲目看到上主你的上帝对这2个王所做一切的事，上主嘛要亲像安尼对待恁过河了后拄到的国家。恁毋免惊因，因为为恁交战的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摩西袂当进入迦南地，迄时我恳求上主讲：至悬的上主，你已经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伟大，你的权能，伫天顶，伫地上，无任何生命会当亲像你所做大权能的作为。求你互我过约旦河，看到迄边肥的地、水的山，甲黎巴嫩。毋过，上主因为恁的缘故对我受气，毋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对我讲：好啊啦，你毋通阁对我提起这个事，你着上比苏加的山顶，
抬头往东西南北详细看，因为你袂当过约旦河。毋过你着吩咐约书亚，甲伊鼓励，互伊坚强，因为伊要带这个人民过去，互因承接你要看见的地。对安尼，咱就留伫北比尼对面的山谷中。